你那嘛有历史遗产，你咋不带？没人嘛家古瓜比那把泥瓜比在啥事你才跟你下了？没人嘛你没人拍来拍咋那嘛？一句话，没人拍呀，没人嘛啊，比爸妈他妈死那嘛别个，没人拍来个吃，他妈的嘞，没人嘛呀管那个咯。我嘛那边你有的乌沙的个大嘛鸡虾嘛，没人嘛比爸妈他妈的管嘛他妈呀20代嘛个咯，意思是怕有的。徐家干嘛瓜比，一代绝嘛瓜比，一时瓜比收入大嘛，几下嘛比去他妈的有人管那个咯，这下三圈嘛瓜比，这下野嘛瓜比，三面咋嘛比去嘛啊，没人怕你干嘛，意思是怕你有的干嘛，一有别个徐家嘛，几下嘛。比去他妈的有人管那个咯，有3万瓜比，有3圈嘛瓜比，我嘛比去嘛啊，没人怕你女是呢，个大嘛比去他妈的有管那个咯，那把你呀，没人嘛他妈呀比下那么别个，这下比下那么别个也嘛，过也嘛大。我嘛不懂，没人怕女嘛那边比下个是呢，是下嘛行个咯。我嘛不懂，是下嘛行那个，有人我都瓜被欺骗过去，没人怕你块是那么别个比下那个咯，阿里比下那个咯。我都瓜被欺骗过去，是下嘛行的就得比下跟你下咯。我嘛不懂，你有3万瓜被几嘛也罢了，是下嘛行3万瓜被有人几嘛也罢了咯。我嘛不都是想嘛哈，我几嘛一把啦那么别个，弄我困难过米嘞，别把是呢，是想嘛哈的哟，我对你嘛那个来就那个了，我讲有他的几想嘛是想嘛他妈米的，是想嘛哈的哟，那不没能拿去比下那个了，我讲有那不他妈呀阿里比下那个了，嘛几嘛速度加嘛，速度运动嘛，速度嘛票嘛加也嘛这些。下团嘛过了个，你当时呢有那不有没能的嘛是嘛下他个意思，他那些有很土苦那个外面对了是呢，你当时呢有很土苦那个外面嘛是嘛下他的下团嘛给也那么别个，让么那个咯，他嘛韩国比下嘛个咯，有面试你那么个，几嘛个500-300克你那个咯，有7盘2盘。比下那个咯，韩国有嘛鸡嘛加过瓜嘛鸡嘛瓜越加嘛也边有鸡嘛瓜鸡那个咯，鸡嘛瓜有来拍他嘛越加那个咯，我嘛不都特嘞韩国有人比下那个咯，没人怕人没可么咯，阿泰那边办嘛有嘛事，我俺们意思里不加米官人还得是个那咯，1万来拍300官人还得是个没人怕那咯，你。有，耶稣是怕呀，阿泰那边嘛，别打过俺们草库那边拉我，草库那边拉嘛，一句话有人花钱那么别个，阿泰俺们有人韩国比下那个咯，比赛跟你下咯，我嘛不懂，俺们家老样嘛，这里是喊你个500-300克，有你嘛可那个俺家把着我那么别个，有这个那么喊你个咯。那么喊你关键有把着我嘛把嘛有嘛谁个嘛不懂，俺们把着我嘛喊你个有，你嘛可那个500-300克，俺家的有呢，疙瘩嘞别晒给你下了，花吃怕比疙瘩嘞别晒给你下了，跑路呢阿里别摆了，对的个对了块的，对送啊他不我嘛嘛啊，体有嘞我罗别摆的了。他妈20代把嘛了，就穷啊了，没人嘛吃有可能我吃有来在。没人怕人来拍嘛咋？一来没人嘛不吃个瓜，但嘛我听你了，一来拍咋嘛了？我嘛不懂，你莫乖乖乖，就出我说呢，5-3米家瓜我就劝他，莫个都头个瓜，就是呢，这下就出草木不安面，就是呢，爸爸5-3米家瓜就出个嘛。个是呢，车夫个是呢，农家我都吃拍了，别白是呢，这下就我出的出来，第一是呢我都吃嘛。喊你叫了我，那么喊你瓜，没人怕米家瓜，有就我出他妈的车身的无手，侬家我都吃偏了，别白那么有嘛叫呢，有别个啥都个样我嘛不懂你有呢，几下嘛，这个是呢，没人怕的你块石子说，就我出我说，花吃比大说，对的瓜来说我说皮了，这别晒给你下喽。